再来看南投县民间哦，是咱台湾上大的茶米产区，有国校啊，就安排茶园的体验，为何这些囡仔来了解家己故乡的产业特色，嘛来体会讲父母各祖先创业做事的辛苦。规台啊地叶，学生囡仔出力地暖，赶死臭臭地。毋过大家拢算甲真欢喜。经营国小的校定课程，结合地方产业特色，带学生体会父母甲祖先的辛苦。学校校定特色课程铺陈之下，我们今天安排了早上到茶磨的契作茶园学习采茶，我们让孩子体验爸爸妈妈祖祖辈辈他们在制茶过程当中辛苦的过程。校长表示，经营国小学生的父母是大多数拢是做茶种茶的，这个囡仔拢是靠茶园饲大汉的。这届的活动，通互因了解做茶的辛苦，知影感恩、保守即马有的一切。我觉得制茶非常的好，可以自己体验做茶的辛苦。我们家是机器，然后来茶磨，这里是自己揉茶，体验家乡文化。因为我们家里都是做加工而已，就是不是做采茶、晒茶那些的，然后所以今天来体验很快乐。人讲有食药有行气，有烧香有保庇，意思是讲只要有付出，就会有收成。学校望即寡学生未来离开了后，会记得阵阵茶香，食果子拜树头，认捌故乡的文化。未来会当友好时代，嘛回归家己的故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